新台病院甲台南市肝病防治协会卫生局合作时间定期筛检治疗计划，持续伫台南马沙沟地区举办，帮助马沙沟地区原本高达7成时间盛行率降到1成以下。为了配合卫生福利部规划的2025年消除时间以及偏乡医疗精进计划，这个时阵行动医疗车就是非常重要的工具。国际护轮社协助政府政策，特别联合各地区护轮社共同出钱出力，捐出第25台行动诊疗车。非常高兴来到这边捐赠我们第25台的医疗车。我们今年呢，目标是10台，但是现在是执行到第5台。我们跟署长好几次碰面包含去金门，还有云林弱势医院，包含在各个地方都碰到。今天第5次见面非常感谢我们纯美组长为我们的撮合看哪边的需要。那我们福伦社的宗旨呢，就是今年的口号就是福伦打开机会。我们希望呢，为一些偏乡，尤其需要医疗设备的一些医院，我们来有一些提供他一些医疗设备。未来进入高龄社会，事实上偏乡地区的高龄人口还是需要我们的医疗的照顾。那我们成大医院在未来几年2026会成立老人医院，我们会负担着大台南区的这个老人高龄人口的照顾。那我们沈梦荣院长有他的我们有一个规划，我们希望把整个大台南地区的这个老年的照顾跟偏乡的照顾都负担起来。我们医院也会负担起国家所赋予的责任，尽力达成时钟部长在2025年根除 HCV， 也会在我们署长老师的指导之下，为我们的这个健保业务尽到我们国家医院的责任。新台病院在既有经验之下，将运用这次关键巡回医疗车，发挥医疗设备行动化的效果，扩大病院服务区的范围。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